好多朋友搞唔清楚一件事，開一張香港銀行卡同埋擁有香港身份之後，再做資產規劃，其實係完完全全兩回事。今日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兩者到底差喺邊度。咁先講第一種情況啦，只有港澳通行證，冇香港身份證，去香港開戶口。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呢？第一，開戶審核會比以前嚴格好多。以前可能淨係帶齊證件就可以處理啦，但係而家咧，銀行會更加關注資金來源啦、收入證明啦、資產記錄，無論係匯豐、渣打、中銀香港，都會根據客戶嘅情況做風險評估。如果你冇清晰嘅資金來源證明，或者冇合理嘅開戶用途，審批時間可能會拉長，甚至未必開戶成功。第二，賬戶長期使用限制比較多，非本地居民賬戶啦，銀行會持續進行風險管理。如果長期有大量跨境資金流動啦、頻繁嘅大額轉賬啦，銀行可能會要求你補充資料，例如解釋資金來源同埋用途。所以開到戶口淨係第一步，長期咁穩定使用先係重點。第三，部分投資服務可能會有限制，冇香港身份，部分金融產品同埋服務未必能夠完全開放。例如部分投資產品啦、理財渠道啦同埋海外資產配置服務，都會根據客戶身份、風險評級同埋合規要求決定。咁我而家再講埋第二種情況，如果有香港身份再做金融規劃，會有咩優勢？首先，第一樣，銀行關係更加穩定，有香港身份證，再配合地址證明等基本資料，辦理銀行服務會方便唔少。無論係傳統銀行定係虛擬銀行，後續使用同埋資料更新都會更加順暢。第二，資金調配靈活度更高，喺香港實行自由兌換制度，咁就冇傳統嘅外匯額度嘅限制啦。港幣、美元、人民幣不同貨幣之間嘅轉換會更加方便。咁將來啦，無論係子女嘅教育、海外投資、國際消費定係跨境生意安排，資金運用嘅空間都會更加大。第三樣，直接連接全球資產配置渠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接觸到唔同類型嘅投資工具。最簡單啦，港股、美股、環球基金、債券、risk 唔同類型嘅保險同埋理財產品。重點唔係買咩產品，而係一個全球配置嘅平台，降低單一市場風險。第四，家庭財富規劃空間更加完整。香港採用屬地徵稅原則，好多稅務安排需要根據個人身份啦、收入來源等具體情況進行判斷。同時，香港成熟嘅金融制度都為家庭資產規劃提供咗更加多嘅工具同埋選擇。呢度特別提示一個常見嘅誤區啦，唔好以為有一張香港銀行卡就等於完成咗全球嘅資產配置。銀行卡只不過係一個工具，真正影響長期規劃嘅係你嘅身份、稅務安排、投資渠道以及資產管理方式。通常嚟講，比較成熟嘅做法呢，就係首先規劃香港身份基礎，再結合銀行賬戶啦、投資工具同埋家庭需求，做一個整體嘅安排。最後總結一下，如果淨係偶爾去香港消費旅遊，處理一啲簡單嘅跨境需求，普通開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到你嘅需要啦。但係如果你嘅目標係長期做家庭嘅財富規劃、海外投資、子女教育安排以及更靈活嘅跨境資金安排，香港身份會係一個更重要嘅基礎。身份加金融工具結合，先係真正能夠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如果你對資產配置仲有任何疑問，歡迎留言或者私信了解。